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是这个中秋主日，是咱基督徒看作上界要紧迄个信仰上根基的一段，就是主耶稣伊为着世间人受苦，所以咱要先来看几张这个主耶稣伫受难周所为着咱所做的工。咱让小可了解，伫过来的即礼拜，做伙来孝念主的受苦。当咱通过即个，也要继续来学习。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咱4月份进入到咱了解人生的5大目的的第3个大目的，就是你受造就是要亲像主基督。咱拄好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人看见耶稣伫即礼拜，就是在受难周所经历到的事，就是伊替世间人的一个高峰，伊安怎面对着挑战，面对着这个所有犹太的这个领导者对伊的攻击，总是犹原到最后行各各他的道路。这是咱今仔日所伫遮要学习的。咱教会这个宣言就是成长、培育训练、生命成熟，就是咱的这个第3个主题。这是咱楼骹的所有的这个资料，拢伫迄个所在咱也有通过这个来学习，就是咱这个第3个这个资料，就是用学习亲像基督归荣光伫上帝，叫做成长的人生。咱的宣言伫即个所在咱也有做伙学习讲，咱的即个标杆人生用全履带伫遮来描述，讲主爱咱所做的，亲像咱伫拍棒球共款，咱对1垒、2垒、3垒到本垒，咱现在已经进入到倒位呢？进入到是2垒2垒就是委身成长的人生，是咱来参与伫培育，参与伫培育。当咱搁线接呢，就是咱伫即个学习的中间，咱要来知影讲，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伫受难周，咱要三个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咱兄弟姊妹，咱小等下落去楼骹咱教会呢有准备一份的即个咱2019年受难周的灵修资料，就是要邀请你除了你家己平常的灵修的时间以外，用这份资料，逐日拢有一个特殊的主题，咱要对今仔日开始有8篇的这个灵修的经节，甲一段灵修的文字安尼咱要照着咱的主耶稣的受苦来学习，安怎来孝念主的疼。也是会使安尼讲，就是主耶稣伫受难周所做，甲十字架的牺牲的疼，就是咱要学习耶稣基督迄个上界悬的迄个标杆。意思讲，咱要学习主耶稣的疼，学习主耶稣的祝福，就是要对这个所在咱讲这礼拜进入到伫成长人生最近咱教会推动一个口号啦，口号叫做什么呢？叫做准时就是较早到，准时就是较早到。咱再讲一遍好不好？请问你坐飞机你准时什么意思？准时敢毋是登机前爱到，对不对？你坐高铁敢讲准时准时人就率一个走你上无嘛提早10分钟去柜台，去迄个月台稍等。所以咱兄弟姊妹大家人养成这个习惯。咱福强教会讲准时就是较早到。咱上标准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咱的上年，咱的上年团契逐摆拢提早到，提早到。提早到的意思，较毋是讲我较早，毋是，是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9点，就是我40、50我就来迄种足心足备办好，迄款的心情，甲你匆匆忙忙赶紧是无共款的好，咱拄来咧讲，伫即礼拜是受难周，有几张图片咱来做伙思考耶稣的受苦即张是。这爱走的，反正走袂行，可能爱请同工帮忙拄则要甲解开，无法通解开。这是耶稣伫今仔日受难，这个中秋主日
入耶路撒冷的即个相片吼。啊，开始伫即礼拜是受难周，第二张，即个是即个清气圣殿吼，第二张是清气圣殿，第三张是咱伊面对祭司，伊有甲祭司法利赛人甲敬啊书伫论战，啊，遮个人讲事主耶稣，后来就决心要来迫害主耶稣吼，过落去咱是最后的晚餐吼，即个讲道伊伫加拉沙即个讲道，啊，过来是最后的晚餐，吼，过来是最后的晚餐，拢是伫即礼拜进行的吼。过来是即张是晚餐了后，耶稣为着学生来洗骹，啊，过来就是咱迄个高峰啦吼，耶稣甲学生洗骹了，就带学生去到克西的马利园底下来做祈祷，有3张的图片，拢是耶稣来祈祷的相片吼。第2张也是，搁刷一张吼。搁一张，这是祈祷的相片。搁一张较有迄个象征，就是天使来到遮，天使来吼。搁来祈祷的时阵，就是兵丁已经来来掠耶稣。犹大出卖耶稣的一张，犹大出卖耶稣吼。搁来是咱的即个伫即个新门的中间，彼得有3摆毋认主吼。过来就是耶稣伫彼得岛的面前来受审，到最后就是伫过灯光的天日中昼时，耶稣就受定十字架，甲两个即个犯人吼，最后是耶稣受已经死下晡死了后，最后一张吼，了后就互伊学生甲即个姊妹将伊收埋伫即个坟墓的内底，了过3天，拜五迄天咱纪念耶稣受苦，到礼拜日耶稣就过活，用即个诚做一个咱纪念耶稣的即个受苦的过程。咱兄弟姊妹，咱伫遮整个过程中间，咱伫过来的拜四有一个联合的圣餐礼拜，要伫咱的教会举行。拜五咱永远有一个祈祷会，我希望讲咱兄弟姊妹会当把握即个受难周的时间，加拨出即个时间来甲主耶稣受苦。因为咱知影讲，当受苦当高活，当受苦当担着迄个胜利的滋味。所以咱也是会当的话，要邀请兄弟姊妹即2天咱当做伙来守主的圣餐，也做伙来祈祷安尼。当咱线接着即个成长的人生，咱是讲学习主耶稣为着世间人受苦，咱要安怎来学习呢？咱伫即个伊有所4章13节的所在吼，伊有一个经节在甲咱教示吼。所以咱第一点就是讲，咱上帝的心意是爱咱长大成人啦，毋是讲咱当咧信主就安尼有也好凊彩。是因为咱要长大成人，而且有基督忠诚的信仰。这个台语的这个现代本，伊写了较简单，13节讲，最后咱拢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伊讲最后表示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成长，耶稣基督。咱就是咱学习的对象吼。伊个14节安尼讲安尼，咱就无搁做囡仔，互欺骗的编造出来所有错误的学说，拖得行，飘来飘去。意思是咱信仰若有坚持，信仰若有清楚，咱信仰有对焦，咱信仰有一个根基，咱就人讲东讲西，你拢袂受影响啦。特别是当时有所教会时代。有真侪迄个奇奇怪怪的学说，但今仔日呢，较无人讲专门针对咱的信仰的学说，伫遐讲东讲西。但是社会一寡真奇怪的价值观，社会一寡真互咱感觉讲似是而非的想法，会影响到咱。但是你是毋是徛伫耶稣基督的教示来行，你就袂受影响。电视媒体啦，也是咱遮的报纸、网络。也是一般咱社会所讲的这些物件，咱就会通对迄个所在有一个分别，有一个拍算。第2项就是上帝的心意是爱咱凡事拢忠诚。凡事的意思是讲，
你无论是世俗的事，你工作的事、家庭的事，你家己面对所有一切挑战，你拢会中进。所以4章15节讲，咱反正着用疼心讲真实，伫各方面用做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用耶稣基督做目标哦，因为咱知影，咱要用什么标准呢？耶稣基督是咱的标准，伊所讲的话，四福音内底所有的教示，伊家己所做的事，拢是咱的学习的。所以咱会当讲，这个成长的人生是基督徒一个家己造就受栽培，成做较像耶稣基督。所以咱成长的目标就是学亲像基督。那基督遐尼丰富，咱就是爱对各方面来学习嘛。伊有说4章20节伫遐咧甲咱教示讲，咱来学习耶稣基督。咱拢知影，基督徒这3字是对安提阿的教会所得到的所以安提阿教会伫使徒行传11章26节讲，门徒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来开始。但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你话恁基督徒听甲足清楚的，但是基督徒你是咧讲啥？基督徒就是对耶稣的人嘛，耶稣的门徒嘛，耶稣的学生嘛，所以就是学习耶稣基督款式的人。所以咱讲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你是用耶稣做目标来学习就无毋对。所以学亲像基督，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名称的意思嘛。所以咱家己的名拢有特别的意思你这个名象征什么意义？咱你做基督徒，你就知影你是咧跟对耶稣，是咧学习耶稣基督款式的人。要来学习第就是讲恢复上帝所做，恢复上帝起初做人的形象甲样式形象甲样式。因为咱知影讲世间的画面，上帝创造真奇妙。我昨昏有看到一张迄相片，我就传互足侪咱的会友兄弟，就是迄个一只啄木鸟，啄木鸟伊的即马翕相技术偌厉害，翕伊咧啄迄个树坑啄迄录音，我录足好势，听咧到地，头壳拢戆起伊就哭咧到地讲，差不多一只车25吨，25公里的迄个速度，时速20公里咧，甲你弄，这只鸟竟然一日弄几千个、几万个，头壳拢好好。伊讲，这若无上帝创造，是世间哪有什么款的演进到这种程度咧？伊咧讲上帝创造遐尼奇妙就对啦。咱遮侪动物嘛有真奇妙的机能但是只有人类。圣经讲伊最后创造人，然后用活去本地人的形象。所以讲，咱要照家己的形象来做人，佮甲伊的活去本地人的形象，这两项是其他的动物甲生物无的。既然若是安尼，咱要学习进入基督，一个原则就是，你爱倒转去上帝创造咱迄个形象形式。你毋但是上帝的形象，咱讲上帝灵这类的造物，所以咱讲啥杀人有罪，是因为咱已经有上帝的形象，你来杀人，你就是侵犯了上帝的创造嘛。是讲上帝伊予人的这个样相甲本性。第二项，学亲像基督的品格，咱知基督的品格就是照圣经内面圣神的轨迹，这个品格就是咱真侪咱所咧学习的重心啦加咧太5章22节讲，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甚物呢？仁爱、欢喜、和平、吞忍、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从这款的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咧禁止。表示讲基督徒，咱有真侪的品格要学习，但是咱若会当学习到圣神所结的果子，咱就甲圣神相结连，以圣神爱这款的品格，圣神爱你安尼做。然后，这个就是要通往耶稣基督的品格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向。所以24节讲，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邪情私欲做伙定死伫十字架。表示讲，咱一面要结圣神的果子，一面是咱亲像今仔日，咱咧纪念耶稣的受苦。咱耶稣的受苦，毋是讲
我看伊受苦，我烦恼甲忧闷甲流目屎，迄款的表情毋是啦，是你知影讲，我若无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伊的定十字架，甲主耶稣共顶遐个我一切本性的邪恶，我的私欲一切歹，做伙定十字架，靠人家己清是清袂去的。就亲像你一个垃圾吼，你用清，用迄个清洁剂清，用迄个水洗拢洗袂去。你无耶稣基督迄个洗洁剂，就耶稣基督保护来洗，你用家己的办法洗无。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吼。第三，就是只有圣神才会当将基督的品格塑造伫咱生命中。因为咱最近咱的文道学校。也有咧介绍一本册，这本册叫做这个基督的这个幸福到伫你的厝，幸福到你家。这本册就是收集真侪人信耶稣所拄到的改变。这篇册真好读，所以咱有介绍或者文道学校的同学咱嘛推荐互咱兄弟姊妹，伊迄是一个见证集，咱进前咱的教会推荐的竞争七讲，即个竞争集同款。伊拢讲若是徛伫伊的生命，伊是无可能改变的。伊的先生嘛无可能改变的。但是当圣神临到的时阵，哇，遐个歹习惯拢改除啊，遐个罪的束缚拢改除啊，遐个歹的个性拢改除啊。伊讲这是人，迄人遐厉害啊！用人的办法无可能啊，是因为圣神帮着伊啊。大家退祈祷，换手退祈祷，伊就改变了。所以圣神改变了。这个人较早是自私的，较早的人是讲足侪怨恨的，较早有时感觉到世间的人拢欠伊的。当伊面对主了后，哇，一切拢透白啊！这开导毋是人所会话啦。所以你看，咱是要加强吼，叫做矫正所咱叫做矫正，咱的迄个官员叫做矫正署的官员呢。矫正什么呢？咱知影讲吼，细尾罗麻入去加到内底变中罗麻。中的罗马关入去，才变大尾安尼。什么意思呢？你表面上是咧关，但是迄个关是一种激发的，是一种怨恨的。所以我是愈受关，我就愈想讲，我要对抗你这个体制，我要对抗你这个社会。但是嘛有真侪伫家的人，因为伊信主伊弄主回头伊较早是杀人放火杀人不眨眼的，后来伊成做一个基督徒，认真要传福音。这拢是最的事实伫咱中间，所以请兄弟姊妹你注意，毋是用人的苦劝会当得到。有时你烦恼你的囡仔，那个性遐尔固执，讲袂听，请你毋通用父母的权威要搁甲骂说我走过来互你看，我走过离开互你看。但是当你为着伊祈祷，圣神的感动伊了，伊会家己伫你的面前讲：爸爸妈妈，是的，我做毋对，迄差伫遮。所以。现代的这个教育嘛，是咱毋茫通过基督徒的这款品格来改善。甲太书5章25节讲，既然咱靠圣神在活，咱就顺探圣神来活。你顺探圣神，真多事极轻巧的，因为伊替你解决。所以讲，伫你内面塑造亲像基督的品格，是圣神的工作。我会有自信，会有迄个咱讲圣神的轨迹。夫妻无搁再安尼搭喙冤家，会互相相疼惜；爸囝母囝会相疼。囡仔的友好，请会记得，毋是用咱遮的道德教育甲勉强，是因为圣神伫伊中间工作，因为圣神要改造人的品格，是紧还佫有效，而且永久。讲所以咱爱甲圣神同工。兄弟姊妹，第4项学习基督是一生的过程。因咱人是罪性的，所以有起有落，有时感觉真顺遂，有时佫会焦虑、会烦恼安尼。所以真做，其实基督是长期慢慢来的，袂当一步就到位的，这种成长的过程。所以咱需要终生的学习。这也是为何咱对今年开始推动这个第2年的这个文道培育。去年咱是培育推动这个查经班，今年咱接续着这个文道学校的这个标准的课程，咱开始推动。咱读标杆人生，这嘛是成长的这个一部分。咱文道学校上学期，咱下半年要来上下学期，咱佫有推动这
这个幸福小组，这个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真期待，咱兄弟姊妹唔通有一种观念，讲我信主已经几啊十档啊，那就搁有这。你若即款的心态伫你的心内实在是真可惜，因为你停止家己的进步啦。你是讲我都拢会晓停止家己进步。即马吼上认真学习智慧手机的什么人，你敢知？拢是咱这中辈60、70以上的中辈。因为伊知影讲，这智慧型手机互伊袂孤单，你敢知影？所以咧，伊就会学习，而且会当甲伊伫美国，还是伫倒位读册，会囝儿孙来视讯。我到底伊面头前讲啥话，我拢会知影呢。这是啥物？因为伊有需要嘛，所以伊会认真学习手机啦，智慧手机咧。所以伊嘛是咧学习，虽然伊无一定爱用着，但是为了要学习。咱基督徒为着要服侍上帝，为着要见证上帝，为着要高举上帝的荣耀，你无学习，你讲我是基督徒，到底里面多一部分来，互人知影你是基督徒咧？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长期一生的过程。所以讲做基督，亲像基督有3个责任啦，就是第一，你爱学习，会晓放弃较早的行为模式。较早我的个性，较早我的观念，较早我的想法，较早我的价值观，哇！你拢感觉讲有一套就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坚持咧。但是你若信耶稣，搁坚持这，到底是要听耶稣的，还是要听你的安尼？所以当主耶稣摸着你的心，你讲是啦。较早我坚持安尼，即马我无爱啊。迄领用人甲你讲你会讲好你哪会遐尔大胆要叫我做这，但是当耶稣甲你讲的时候，讲是啦，我甘愿改。这是真重要的。你若无通过这点，你唔知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唔知圣神的做工的厉害。第二，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模式。第三，就是培养敬虔的习惯，来成就基督的品格。所以，啥啦？基督徒咱讲谦卑，伊伫社会可能是咱讲一方的人物呢。伊伫社会是互人硬请扑他的呢，但是咱到伫教会，伊无一点价值，无一点安尼感觉讲家己是安尼伫社会的公众人物，伊是谦卑伫主的面前。所以愈谦卑的人，伊愈认捌主。兄弟姊妹，期待咱有即款的心思甲改变。所以咱要简单来讲，若是咱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咱都有讲迄几项爱改变，对无？即马咱要学习讲，若是安尼，咱要成长，加过一个成长的人生，下上帝的要求，咱有几项的途径，头一项，这个途径是学习圣经的真理，学习真理。有所思想21节，伊安尼讲，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对伊学习，因为耶稣才有真理。所以你要学像耶稣，你无要读耶稣的圣经的教示，你无要学真理，安尼就是讲普干那知尔，你根本就无了解伊的属性嘛。所以你爱认真去学习，第一就是接受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柄是超越一切的这册甲思想。你愿意接受圣经的教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就是你的心思拢一直互圣经所充满，所以咱今年推动全年读一本圣经，还是2年，还是3年，把圣经读好了，是呢？你要互圣经完全浸满伫你的生命，所以咱爱推动读经、研究圣经，咱参加家经班，甚至咱这个文道学校要求同学这学员来抄圣经一节还是2节。中间甲你滚来空位，像咱这个周报内底来空位，你会甲填落去，你在偏圣经才会让看到答案，抄圣经，甚至咱读礼拜拢有咧背圣经节，搁来默想，默想是通过经节，伫你的心思内底，圣神会启示你讲，这句话对你有甚么意义？圣神通过这句话要对你讲甚么话？当然，上重要第三就是你遵行圣经的话语。圣经的教示，你有看伊就是权威，你就愿意遵守圣经的教示。这是第一个，就是学习真理。第二，咱拄仔讲要学习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成长的途径，就是你要改换你的心智。拄则你讲足强调讲我为着主我甘愿改变我的习惯呢，我甘愿改变我的态度呢。改变我固执的想法呢，
改变我的价值观呢？哇，这个拢毋是简单，但是你改变心一是呢，你伫主耶稣互主蒙着啊。人一旦改变吼，迄生命拢无共款。人对你看会感觉讲，哇，这焕然一新，你敢知？啊，所以有所第4章20-30讲，你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伫主的内面，用主的教示来换新你的心性。第一，咱讲悔改。后礼拜咱要圣餐搁洗礼，可能洗礼时的时阵，咱就问这个受洗的兄弟讲：你有诚心悔改，认耶稣基督？若唔知影的人是讲好啊，我一个人吼，就一世人奉公守法，你人讲叫我都爱悔改，咱无了解悔改的意思。悔改就是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思想观念，安尼。第二，要安怎改？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耶稣安怎？耶稣疼人，我就学习耶稣疼人；耶稣怜悯遐个丧凶的，我就学习耶稣怜悯人。耶稣遍行各乡社传主的道理，我嘛爱学习啊。最近吼，咱拢知影，伫即个台湾哦，愈来愈丰盛的、兴盛的，就是迄个妈祖吼，妈祖咧绕境，迄8天7暝，毋是简单的事呢吼。安尼做基督徒感觉讲啊，人啊遐兴吼，咱教会输人忝忝啊呢。我看到一个牧师安尼写，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吼，人遐个拜偶像的人，拢会晓世国权势。拢互人去，等于是讲，伊意思是讲，要互这妈祖的祝福拢去所有的人的中间呢。咱基督徒敢若秘伫教会咧敬拜上帝，你敢有机会讲，甲耶稣基督的救恩去示警，去示逐位来宣扬主的祝福呢？人会安尼做呢？而且是用行路的呢？基督徒吼，安尼食好，佮爱勤考，有法度啦，差人遐多。所以这是咱一个警醒啊！有影人遐尼认真几10万人呢？不管咱敢若笑伊迷信，笑伊按偶像，笑伊魔鬼的关系，但是人安尼做，咱基督徒有甚物款变通的办法？所以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耶稣基督伊照顾每一个人。咱就是小基督呢，咱是小耶稣呢，咱是用着耶稣的身份去关心人呢。所以咱当然因台湾毋是即款的环境，咱无讲要耶稣的像去游行，咱无安尼嘛。但是安怎呢？咱是所有的遐尼姊妹，拢代表耶稣，伫你的生活，伫你的家庭，伫你的职场，伫你所接触的人中间，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耶稣基督的疼。安尼是毋是甲伊的示警，咱搁较有困难呢？这个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毋是用咱人的心思来做改变，咱心思来做决定。所以改变你的人生，就是来改变你的自动导航器。自动导航器什么意思吧？咱即嘛吼，迄个车辆的 GPS 偌方便的所以你甲日子讲，我今日我要来去南投我要来去清境农场，你甲日子你就开始做你开伊就甲你讲。到前面右转，安尼一直甲你叫，迄叫做思想模式啦，迄已经甲你定好啊。咱人的思想安尼比方你逐日下心，你几点起来，会习惯要去做啥？你包括你要去咱市内倒一个所在点，你拢知影讲要坐倒一条路，你毋免想，你会自动要去。你坐别条敢怪怪所以有时咱的思想是咱的自动导航器，你若无改变，永远就是行对遐去。你邪恶的导航器，你就对邪恶去；你贪心的导航器，你就对贪心去；你怨恨的导航器放伫你的心内，你就定咧怨叹。所以咱的悔改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所以你的思想方式决定你的感觉。意思讲，我会感觉安尼是你的思想嘛，对吧？所以呢，你若对某物人有成见，你行入去看到这个人原来足好的胃口，你怎无爱食？迄什么啊？迄你的感觉对不对？原来迄食物足好食的一句，这个牛排迄高档的呢，看到这个人怎袂爱食？什么意思啊？你的思想在影响你的感觉。哎呀，无
食了无注意啊，引起啊，是安那？因你思想啊，所以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有时咱即个环境中间，你也感觉足急躁的吼，啊，你感觉规身躯热甲足压杂，袂爽快。啊，你哎，冷气无够冷啦，所以你心内无冷嘛。所以当咱讲心静自然凉，什么意思？我心足平安的，所以内面热冷我拢无影响，因为我心足平安的。但是你若无见怪这见怪迄，啊，所以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感觉，这真重要啊！啊，你的感觉就影响你的行为。所以请会记咧，唔通安尼人心情歹，倒来要拍囡仔出气啦，什么意思啊？啊，你心情歹看囡仔做的代志，大家拢袂合，啊，这就是你思想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影响你的行为。啊，所以呢，兄弟姊妹，改变思想，人分两个部分，就是停止迄个自私自利、无成熟的想法。大家拢想到家己，毋是开始用成熟的想法，就是为着别人来想。你想你损失大了啊？无啦。当你开始为着别人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人生足平安、足快乐的，因为你感觉家己无欠嘛。啊，你也家己想家己讲我要欠这，你欠我，你欠我，你欠我，你拢无互我服务什么？但是你当为着别人想的时候，哎，我感觉佫有什么困难？咱会记一句话真重要，是讲疼愈分愈多，疼是愈分愈多，袂减。你钱愈分会愈少，你米分会愈少，但是疼会愈多。这第三项，成长的途径。第三就是，咱拄仔讲改换你的心思嘛。第三就是讲，脱去旧人。这个话较属于圣经的话啦，把我旧的甲脱去安尼。4章20讲，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旧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脱去旧的心思啦。4章18到19讲，心思黑暗，比较思想空洞。黑暗空洞伊讲甲上帝所赐的画面过长。所以你若有苦毒，你心内有怨恨，你心内有轻分，你心内有感觉讲我有迄个别人欺负我，迄种心思也是无要赦免人。你毋通想讲我活伫我这内底我就是我对，其实是你受苦，你咧受折磨呢。所以你甲上帝的画面过长去啊，讲因失去黏体的心，尽情放纵逐款做逐款有为的代志。你若有怨恨，你就去做怨恨的代志，对不对？你的轻分，你就会心情歹，食饭食袂落。你有烦恼，烦恼引起你困袂去。这心思意念拢毋是上帝所爱，你爱学习倒来伫主的内面。第二，脱去旧的行为，这经节拢伫即个所在。伊讲旧的行为，这经节牧师甲简要讲，脱离虚假，受气毋通抵到犯罪，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佫毋通偷摕迄种做贼就对啦吼。佫有遮个讲放杀一切恶毒、歹性地、受气、宣扬、诽谤，甲一切歹。也佫有遮个咱的行为，一切淫乱、污秽、贪欲的事，伫恁中间讲，连讲都毋通。意思是讲，你遮污秽话、遐歹的思想、邪恶、淫乱的，拢连讲都毋通讲。因为人是一种神经刺激的动物。你若接触乌，你就变乌；接触红，你就会变红。你受引诱，你原来无的会变做迄个魔鬼的亏力就伫你的内底。所以咱拢尽量要避免这个，毋是讲咱搞，是咱知影人的肉体的软弱。过来讲，毋通讲邪淫、粗俗，是下流的话啦。这个拢带避免。我会记得我囡仔时代，阮住伫庄骹，佫伫海边。你知影海边的人讲话足粗的，你毋知影？迄三句话就一句错的。囡仔听到感觉足习惯的，就对。因为迄人若心情歹用错的，感觉改成咧发泄，但是迄拢袂解决代志，迄电都咧累积怨恨啦。所以囡仔有时学白听毋捌啊，毋捌学白听，有时会加减学呢。迄转去厝老爸老母讲甲
你若讲这款话，咱就知影讲，哎呦，这种话唔对，咱学白学安尼吼。所以囡仔时代就有一个足明显的即个父母的禁止，讲你若佫讲遐个粗话、垃圾话吼，免入来食饭你就知影讲爱细字啊。所以慢慢你就会改啊。所以圣经内面讲，叫咱遮个邪淫、粗俗，也是下流话唔通讲。过来，淫乱、污秽、贪婪的人，贪婪伊讲贪婪也是种偶像啦。讲这是基督甲上帝国无因的份。哇！伊讲遮个无好的事，上帝国无你的份额安尼到底是你经倒一项呢？兄弟姊妹，第4项成长的途径是啥物？讲爱诚新的。穿着新的人，咱就话讲，褪去旧的人嘛，即马要穿新的人，而且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所以基督徒上大的改变就是这。拄则牧师讲介绍迄本即个幸福到你家，咱教会有买一部分哦。毋过若你有趣味，咱找咱的干事吼，迄本册吼足好看，内面足侪改变的故事。你讲这是足神奇的就对啦。会改变拢是圣神做工。圣神做工就是讲，我甲旧的褪去，穿新的，这是圣神做的，毋是你做。咱家己换衫足好着换，但是性命品格要换，就圣神换啦。你家己换袂起来啦。好，但因为所4章24节到5章2节，你有机会甲这圣经详细甲读，我甲摘要伊讲诚实话，甲拄则读的有点仔共款。拄则讲是毋通嘛，即马就爱讲通嘛伊讲就爱讲诚实话，上气无犯罪，毋通甲魔鬼留地步。咱做正经的事业，爱分享甲帮助送养人过来讲好话，互人得到利益，用温柔3款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用爱心来行所有的代志安尼。哇，这就是讲。旧的无去新的入来，你都要一直学习吧。迄就亲像一个人要学一个新的技术，要学一个新的动作，在家你都要一直练习嘛，无讲一个就到位的啦。兄弟姊妹，第5项途径就是属灵的见证啊。拄则爱换圣神做工对无？第5项的成长途径就是爱抵抗魔鬼的束缚。这段经节咱就真熟就是以弗所6章的10节到18节。这经节是啥物呢？就是咱定来读，囡仔拢会安尼老师甲伊教啥物呢？穿着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啦，这是新约的军装。我有圣神所甲我穿落去，迄个抵挡魔鬼攻击的规套的就对了。你才会当赢过磨难的日子。因为讲末世有受苦呢，你爱穿军装才会通担当抵挡才会受苦。第二，赢过魔鬼的诡计，伊甲你试探啦，伊用正面攻击无效，无吼，伊就甲你试探，甲你引诱，甲你邀，甲你刺激，甲你激气，互你怎乱去就对。所以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吼。咱台湾伫这所在活了足平安、足快乐、足自由。迄全世界大家拢欣赏咱的进步。毋过真奇怪，就是有人吼，就感觉讲咱对面的中国较好咧，你敢知？若大家好来好去都无代志咧，即嘛毋是咧，对面甲咱当作是对敌，是伊的囊中之物，伊就是要甲你夹起来，是啥？你要安怎？毋是平等互相对待咧，所以咱看见咱的国安的当局拢讲安怎咧？一大堆对话迄款有诶无诶拢渗透伫咱的内底连宗教嘛渗透伫内底，你敢知？经庙佫较免讲，基督教有无？嘛有咧。伊甲你讲一寡似是而非诶，但是咱想讲奇怪中国迄边吼。迄世界拢咧听礼拜堂拢咧烧迄佛像拢咧恶你敢要互伊管？所以咱这个有形的对敌，都会当用各种办法渗透伫咱的内部。咱属灵的军装，你若无穿，你若会堪得应付魔鬼的诱惑咧？
所以魔鬼明的甲你攻击，互你拄着困难，互你袂顺遂。咱有真侪基督徒这经验哦。伊报名要洗礼啊，我来啊，代志来啊。今仔日出去袂顺，明仔载请歹去，三来要读，来读这个真理班，哇，开始头壳痛，啊无就落屎。你敢知影？这就是攻击咧，你敢知影？你若无用圣神的开力来祈祷，你是讲用人的办法，你到尾你就丢弃啊！讲安尼卖，安尼卖。所以赢过外人的日子，胜过魔鬼的试探，你都要穿军装，啊，这军装你都要读个经节，吼。伊讲要穿上帝所赐专图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定魔鬼的诡计。12节，伊甲咱解释了真清楚。伊讲，因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对啦，我讲过啊，对面中国，伊甲有血有肉的人都甲咱亲门大户啊，何况是看袂到的邪灵呢？所以讲，甲天界的邪灵，就是这个黑暗世代宇宙的统治者、权力者、掌权者在交战。你看袂到你要怎战？你夜倒黑白扑有漏，加了力的敢是？你要靠圣神才有法的。所以13节讲，要用上帝所赐专图的武装来装备家己，通伫邪恶的日子会通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定地。兄弟姊妹，小是你个人受攻击，大是大到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甚至整个社会受攻击。所以咱讲用守望的祈祷，咱有一个接棒的这个禁食祈祷，有人讲啊，办这有的无的，唔是啦。迄若要用看会到的代志来办，都唔是安尼办。但是咱是甲魔鬼咧争战，你要用安尼，要用什么步？你要穿什么军装？祈祷就是军装啊，就是圣神的宝剑啊。大家禁食就是一种看无家己尊主最大的祈祷嘛。所以咱有灵修，咱有禁食，咱有连续祈祷，这个拢是在穿军装，因为咱才会通对当这个魔鬼邪恶的攻击。所以安怎？大概这几项咱拢定听过。伊讲用真理做大来下，真理哦，圣经的真理。第二，用正义做护行镜，啊，就讲迄个护甲吼来穿。过来讲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鞋来穿，用和平的福音做鞋吼。过来用信心做盾牌，用拯救做头盔，用圣神做宝剑，就是上帝的话。过来，伊讲安怎？你这一切是爱靠专心的祈祷。所以呢，这位现在咱要连续祈祷。现在咱5月份开始，因为我推动第2期的这个所谓的中保带导。兄弟姊妹，这不是咧办公会啊，你敢知？这是咧甲空中的邪灵交战。啊，你无一群人来守望，无一群人伫迄个悬的所在咧看遐邪恶的事，咱祈祷来持守，靠人就无法度啊。所以咱教会请会记哩，咱的教会对40几年来日有进步的迄个情景，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持守，你敢知？有一群人在代祷，有一群人在靠赖上帝。伊讲着靠圣神专心祈祷，常常来祈求。讲搁着不时警醒，不时警醒就是守望啊。咱讲守望中保的意思就是你有人警醒，就亲像咱的营房头前有卫兵在顾，而且搁无拄久呢。讲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来祈祷。兄弟姊妹，你这个军装你有学习偌济？有学习偌济？咱以有所思，甲咱讲的穿军装，就是为着要赢过磨难的日子。穿军装是要赢过魔鬼的试探，穿军装就是要抵挡一切的挑战。兄弟姊妹，咱的成长人生，你若看到这个事，你就知影讲，哎呀，我若无学袂使呢，我若无装备吼，我都规个无设防嘛。迄魔鬼的字一个射来，我连挡都挡袂牢。啊，你要射到倒位，你哪会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参与门徒的训练。邀请来参与这个祈祷，邀请咱参与这个中保大祷，唔是一个活动啦，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你也看重，
主的保守，看重耶稣基督所予咱学习的标杆，招咱大家做伙接受这个成长的人生。